大家好，呢個係我第一次過，亦係知道火焰技強勁，主力都係火焰同連射。藥水有加力量，能力卡又係加力量，想輸都難，直接秒佢。我仲有959金都未用都夠過，得最後一個 boss。對火焰有金字塔好易搭夠牌，係放血要等下，之後連射可以一下秒。儲夠2張10能量，加埋2傷，43一下，爽。之後就係火焰收尾，簡單直接。好短嘅記錄，多謝觀賞。